咱若出国拢会买东买西，这个物件拢会摕去退税，毋过就要注意哦，这个免税食品拢是限定家己食袂当来转卖，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300万。消署强调讲会定期伫咧网络顶头巡，目前已经有人罚8万块啊。点开卖物件的网站，济进口的四手啊，标题直接拍免税店的字，或者是人面册社团，网友私底下招人做伙买。嘛有人用赖社群限时连线，外国的食品直接替人送到厝。不过其实食的若无经过输入查验，都是违法。其实就像你讲，它就是食品，就会有安全性的问题。你就卖到外面，那你卖比较低的价格，那这样外面商家就不用活了。是还是有啊，就是请朋友帮忙从免税店带一条烟回来，或带酒回来，这种很常见呐。拿出来卖，它就是失去了这些店家、这些商家应该要被课予这些税的本来该有的义务啊。新正连续假期都要到啊，不少民众可能会出国，不过消署提醒，为外国炸回来的食品，价值应该伫咧1000块的美金以下，而且重量袂当超过6公斤，敢来当家己食、家己使用，严格禁止伫咧国内转卖。国是2025年采获的金额，都有到366万5千块。食药署与地方卫生局定期于网络巡查，根据食药署统计，114年查获116件违规案件。消署记得有个案伫咧电商平台卖营养补充品，因为卖项目多，生意嘛真好，就互家当采罚一件8万块。另外，民众爱安怎做，才较袂去买到违法进口的商品呢？业者讲伊有撇步。像我们做比较久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客人，或是有些朋友会请我们帮他卖，他可能去日本玩啊、韩国玩带回来的东西，那这个我们通常都比较没办法，基本上要找合法的店家，他可能做比较久了，然后他可能也比较大间，比较不会去踩雷。业者提醒，入面有繁体华语标示的食食，而且卖的人爱有食品业者登记的字号，才会当保证买到的食食是合法合规定，食了嘛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